随着科技时代哪来哪发展，人的情绪嘛哪来哪增加，而且复杂。伫个卫福部规划心理健康促进范围，各地方卫生局嘛拢有成立心理卫生的咨询甲据点。但因为免费的心理卫生咨询时间甲名额有限，究竟谁较适合心理治疗？医师表示，只要愿意主动进入治疗，就是想要变好。但有2种的个案会来抽除，一种是无确定家己是毋是需要治疗，另外一种是认为身边的人需要治疗。我们现在民众一般如果说，自己其实是没有生病，可是心里面有一些困难需要求助，比如说生活啊、工作或者是亲子上的一些议题，可是又不知道可以找谁帮忙，好像找妈妈也说不出来，找里长也不太对。这时候其实心理治疗是一个很棒的方式。那其实有2个状况，我们大家民众都可以特别注意，比如说你自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，可是又不知道可以找谁帮忙，或者是说你很确定身边的人怪怪的。那其实只要你有这2种情况，你自己本身都可以前来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忙。那我们在治疗里面其实会提供给你一些更宽广的视野。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往往是老的方法不管用，那我们用新的方法解决。那心理治疗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找到新的方法，适应新的生活的方式。医师表示，如果民众发觉生活有困扰，但无确定治疗是毋是会用得到3天，拢是心理治疗会用得帮忙的对象。就算无适合心理治疗，治疗师嘛会来建议适合的求助管道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